来关心天气的消息，这2日咱呢是受到这冷气团的影响，台湾北部、东北部甲东部呢是湿湿冷冷的。加在明仔开始呢，这各地都会豆豆回温啊。等到拜五暗又搁要来变天，那阵到时阵呢，这温度甲水汽拢有配合，安尼一个拜六礼拜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有落雪的机会。拜一透早也是冷冷的天气，气象署讲上低温出现伫金门、马祖，只有9度至10度。不过对拜二开始，温度就会回温，落雨的情况也会减少，一直到拜五暗，受到冷气团扰南，天气才会搁转成冷冷淡淡。礼拜六水汽是最少，所以从温度曲线上可以看到，就是最湿冷的感受是比较明显的。那我们预计在北部跟东北部的话，温度上有机会下探到12度到13度左右。那南部地区，花莲、台东，当然就是温度的话，可能会在13度到15度之间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二开始西半部天气会变好天，若正方面的东北部、东部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一寡雨。拜五冷气团报道，拜五、拜六北部甲东部会落雨。明天的白天一直到礼拜五的白天，相对来说是水汽最好的时候。不过东半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降雨，西半部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而到了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锋面通过，又是另外一波水汽跟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时间点。我们预计在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多，中南部云量也会增加。那一直要到礼拜天，整体的降雨才会有逐步趋缓的状态。气象署提醒，拜二开始温度回升，拜四、拜五透早西半部较会大雾，交通要注意安全。若拜六礼拜温度甲水汽有配合，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同款有可能会落雪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刚台北报道。